继续来看，台南有一间幼稚园毕业的纪念册，一本是3000块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有人讲，即摆啥物物件拢咧起，3000块算合理，而且是买一个回忆。但是有人讲伤贵咯，无价值。来看这个报道。 小朋友做伙看册、唱歌、跳舞，幼稚园快乐的时间真紧就过了啊！通常第一个毕业典礼，学校拢会提早制作毕业纪念册，要过一本毕业纪念册，买偌济家长才会当接受呢。喜欢跟同学一起拍照吗？喜欢。拍几张可以？ 差不多3张。有家长分享囡仔学校毕业纪念册的通知单，顶管写团体相片、同学录、生活相片、学术相片，拢是一张；按那外翕和便翕的相片是计5张，安尼一本3000块。若想要加减，一张是加700。 这个消息出来，有人就讲幼稚园毕业也被联络，不过有人看法不同，认为讲这是囡仔头一个里程碑，一个回忆吧。而且你要看他拍出来的效果那些，合理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吧，5000以上我就觉得太贵。大学生是还好，但是如果说幼儿园是有点太夸张。幼儿园人数比较多，我觉得有一点偏高。我们公司在收的工本费来说的话。 大概可能是1500到1800的工本费。其实根据有经验的妈妈表示，基本上这卖边境的介绍拢是2000到3000块，不过也是爱看内容。除了破千的毕业纪念册，高雄走赢这间国小附设的幼稚园，这本精装内底有团体相片、个人的相片，也有电子档，前前后后4张左右，介绍得真会好。400块的话，它就是会有学士照的部分，还会有生活照，那也会有一张 团体照，那会把它做成个人化的精装本的。应该是说这个厂商已经跟我们合作很多年了，也有默契了。说一样以公立幼儿园来说，可能800到1000不等，内容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差。可是这样子的内容，其实家长就很满意了，因为拍摄出来效果也非常好。毕业纪念册是完整保存回忆的好方式。不过这摆却因为介绍引发的论战，是讲大部分的家长认为，就算有淡薄贵，不过钱阁赚得有。 开钱替囡仔买一个回忆，也是真有价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